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阁是主所要来有定要来祝福的日子，所以咱当来到伊的圣殿，咱就用诗用歌来娱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即时请咱献开新圣诗305首。新圣诗305首，旧圣诗是69首。新圣诗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我的心心你着唱歌，娱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娱乐全能主上帝，来，咱来预备，来。我的心心你着唱歌，哦，唱下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全能主上帝，来第十个一届。我的心心你着唱歌，哦，放下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全能主上帝，来第十。是我救主，听他上帝，将我面对的预备，赎回我传输我的，他能出山，我万天地，是我主上帝来领咱的界。我救主，今日咱来到这个上帝面前，你知影你的上帝是一个款的上帝吗？伊是疼痛你的上帝，伊是照顾你的上帝，伊是管理宇宙万物的上帝，伊是至宽的主上帝。至宽主上帝来第30，来，我的心心。心心讲，我的心心嘛，我的心心嘛，你就来敬拜我的主上帝。伊是全能，伊是永恒的上帝，伊是永远的天顶地下。咱就来娱乐这个至宽的至圣的主上帝，来第30个一届，来，我的心心，互你的心心娱乐。咱的心心要来娱乐，咱的主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永远的天地至圣主上帝。兄弟姊妹，咱搁一届来敬拜咱的上帝，通过时光，咱要来敬拜咱所敬拜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伊是创造宇宙的上帝，伊是疼痛你的上帝，伊是照顾你的上帝。当有啥物款的需要，你就来到你主上帝面前，伊要来帮助你。所以你就甲你的心心讲，我的心心嘛，无管你啥物款的光景，无管你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你爱相信你的上帝必定甲你相甲你的，伊的温暖慈爱拢无离开。所以咱就来娱乐，咱就来娱乐这个至宽的主上帝。来，咱搁来吟一首的是圣诗，是伫个新圣诗546首，新圣诗546首，旧圣诗336。546
我安排。所以，各项虽然有关乎，我愿照主所爱，恳求上帝现时掌我，全部服侍敬拜。也这，咱一生的供应是咱的主的手中，伫个疼痛你的主的手中，所以你毋免惊，你毋免惊，伊必定会引带你一生的道路。主的旨意上介好，咱就来到伊的面前来学乐。来第一在咧，来。你为我在一生供应，是你为我安排，所以当随我万福，我照主所爱，困求上帝是掌握。全部好山迎拜，来第三个一届，来，你为我在一生供应，是你为我安排。咱用祈祷的心，来甲咱的主讲，主啊，我知，我的一生的供应是你为我安排，我欢喜做主爱我所做。全部服侍敬拜，来第二站，来，但求你为我心，替我将快乐的我以快乐，有温和的爱你。来第二站，来第一届，来。来第三站，来。来第四站，来。真侪咱的祈祷，咱甲主讲，天父阿爸爸啊，我知我一生的供应是主你为我安排，所以我无论处在伫什么款的环境，我要来相信我的天父，要为我做上介好的安排。我要来相信，
外主必定要死了大分伫我的心中，要来帮助我所行过每一步的路程，拢会真做稳定的祝福。愿这首的诗歌，真做咱的祝福，真做咱的祈祷，咱的一生是伫咧迄个疼痛咱的天父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毋免惊，无管咱伫什么款的光景中，你即时是伫黑暗，是伫旷野，是心艰苦，心忧闷不足，毋知要怎样做，也是你即个时是伫咧春风得意、凡事亨通的时，咱拢要谦卑来到伊主面前，咱要相信主，你为我所安排，拢是上介好。我要来信靠你，安安听条你，但只是三甲当心来祈祷。主啊，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知我一生的光阴是你为我来安排，所以每一项事，有时拄着好，有时拄着歹。主啊，我欢喜甘愿，要来顺服伫你的手中，顺服的要得着福气。我知主你的心意，就是要互我得着福气。我相信主的旨意上介好，上介水，伊必定要引带我行伫你所要祝福的道路。满心感谢，我的主上介听我伫你的内面，我有安全感，我安稳自在，安然徛起。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假是你是对基督耶稣遮久，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被心怀中作死的囝有表明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今仔日要表明着的蜡烛是希望、期待、甲喜乐。咱请咱请夏青的夫妇来点第3个蜡烛。咱咧点烛时阵，代表3个福乐。咱今日主要所伫咱内心，互咱为罪恶中得到讨报，确定基督就是迄个咱所听候的救主。咱要用听甲感谢来庆祝即个日子。咱嘛期盼耶稣基督要落来反映家己日常的言行，甲对上帝的信心，来等候主基督落来的日子。因为咱请来唱圣诗，是圣诗第305首。
着唱歌，我的心情为着唱歌，何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有创造天顶地下，何乐全能主上帝，来起立来敬赞手。上帝，你伫阮中间真伟大，你用圣神来伫阮的中间，甲阮三甲伫地，你用你独生的圣囝的血的宝贵，互阮知捌你实在是真疼阮。这个圣诞节过了无共款，因为伫今年规年度的疫情，伫全世界人类拢受累的这个状况，你无放杀阮，你互阮借着这个瘟疫合适。彼此相疼相结连，愿在全世界、阮的国家、阮的社区，拢伫你的料理下。所以，阮今年要用一个圣诞节的
迄个暗会来伫阮的社区，欢迎真侪人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甲结连。今仔日牧师要借着一个外邦的查某囡仔来教示咱有上帝伊的基地，互即个查某囡仔知影专用你的即个关联甲福音伫外邦的所在，阮嘛要伊来学习，望咱今仔日的讲道，甲阮的唱歌，甲阮的回应，拢互你满足，嘛互阮得到你关联，甲你的圣神甲阮伫地，阮将阮的祈祷来列伫你的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求主我平安，阿门。请谢请来带领咱祷告。
谢主，每次我们赞美主的时候，我们都会战胜仇敌。咱即马来参加用圣经第五记5章第1到第4节，来领受上帝话，咱做伙来读。阿拉规定，咱万你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因为耶和华百姓以后他来决胜，伊也是大万的勇士，总是开歌，将他王归于水，对以色列的两个查某仔，伊就是我咱的某。伊甲伊的主人讲，我的得着我的主，甲三年的成绩三甲比赛，伊一改的伊落伊的开歌，有人伫伊甲伊的主讲，上以色列的查某囡仔，安尼讲。咱即马要请罗信杰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有主安尼讲。亲爱的杰美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仔真欢喜来代表着台湾圣经公会来甲咱后埔教会大家亲恩报告。愿咱大家继续为着台湾圣经公会的事工来为着因来代表关心以及奉献。台湾圣经学院。台湾圣经公会有伊个宗旨，伊就是讲，若讲每一个人拢有头一本圣经通看，买起读会捌，信会过的一本圣经。台湾圣经公会伊除了讲咱所知的翻译圣经，翻译着咱原住民的圣经，也是讲客家圣经。伊另外其实嘛有举办讲，提供咱中一单工通进修的所谓圣经诠释语的课程，拢真丰富丰盛。所以嘛，当欢迎大家，就是讲咱做伙去上课，然后通过圣经的诠释语，这个课程会当帮助咱对圣经有较深的明白。通过圣经，伊不只是翻圣经公不只是翻译圣经，伊嘛有真侪圣经课程，来通过文字的学习，嘛当成做方面的出口甲祝福。所以，我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台湾圣经公会发的事工的需要，继续来关心祈祷以及奉献。咱即时咱做同时，咱来祈祷。欢迎至关。谢谢上帝，主愿感谢你，你道成肉体来到阮世间，来承替阮世间的盼望，互阮来通过主来得到拯救。恳求主搁一摆来提拔阮的心，互阮伫大工作的时，互阮怎样用警醒、用反悔，嘛用喜乐的心来搁一摆来迎接主你的过来。恳求主搁一摆来通过你的话。这圣灵、圣神，继续来带领、来引导阮，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最后圣名求。阿门。我都请问咱大家，如果咱当咱咧做一个真重大、一个决策的时，咧思考一件真重要代志时，如果有你读国小，咱的小朋友。来边啊，来发表伊的意见的时，伊来建议讲，你着应该安怎做时，我毋知咱兄弟姊妹，咱的反应会是啥物？咱的细囝，国小细囝入边来建议你安怎做时，我毋知咱兄弟姊妹，咱的反应会是啥物？即真尊重。来相信伊所讲的话，感谢咱细囝对咱的建议。啊，是咱来讲啊，其他人
点点啊，其他若有耳无喙，吼，后壁迄个莫讲，就是讲咱可能袂真专心来听咱的细囝，还是咱会感觉讲，迄细汉囝伊捌啥，咱有通听退咱的建议。但是今日伫经文中所讲的即名细汉查某囡仔，伊真特别。圣经无提到即名细汉查某囡仔伊的背景是啥物，咱只会当对经文小可来部分来了解。即名细汉查某囡仔是伫以色列的查某囡仔，因伫以色列受外邦攻击了后受掠。被掠到阿兰即个青分即个国家，伊也真做乃曼将军夫人伊个查某囡仔，咱想看卖影，即个年龄的细汉查某囡仔，10通岁啊尔尔，国中甚至有可能只是国小伊个年纪安尼尔尔，国小。应该是互人疼惜、关怀、照顾，受咱保护一个年纪的年龄。但是现在因为战争的影响，伊的人生一定互这无一个政会来规个甲伊规划，伊真做一个无厝、无国家的人。伊所爱、疼惜伊的亲人，有可能甲伊死线。甚至有可能就是互乃曼将军来甲伊杀死，伊真做毁坏伊家园、杀害伊亲人，迄人会查某囡仔，一生爱服杀伊的对敌，这敢毋是真可悲的代志吗？应该真埋怨上帝，怨恨伊的命运，怨恨毁坏伊家园。杀害伊亲人的人吧，但是真奇妙，当伊知影伊个带兵伤害伊个国家，迄上厉害迄名大将军乃曼，伊得到太过的时，伊竟毋是讲幸灾乐祸，伊反倒是真恳切，伊还讲好袂得啦，我的主甲撒玛利亚先知三甲甲伊伫地。伊的确医好伊的胎哥，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袂得，伊的确会医好，这是何等决策，何等肯定有把握的一句话啦。一个受掠的一个查某囡仔，身份低微的查某囡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疼心、一个信心？伊愿意放下遐个仇恨，虽然处伫一个真歹一个环境中，伊受掠，逼一个查某囡仔，年纪真轻，国小尔，一名女性，咱看这是一个互人验证，感觉这是一个真。稳定真歹的环境，伊竟然有法度发出这么大的信心，这么有把握的话，我的主啊，甲撒玛利亚先知三甲伫地，伊的确会医好伊的胎哥。我咱看见一个细细查某囡仔，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亲爱的姊妹，当咱的生命如果遭有着一款的困境的时，咱是有一款坚定的信心。如果咱是迄名细汉查某囡仔，你会愿意互乃曼来得到医治吗？你愿意放下杀夫之仇，来愿意互伊得到医治？如果你是迄名查某囡仔，敢有这么大的信心，敢推荐一个正大国家的先知，撒玛利亚先知，来诚做伊的夸口吗？如果咱进入经文，咱来想，即名细汉查某囡仔伊所讲的话，会当得到主母来相信，
相信伊过去所讲的话，是值得咱来相，值得人来相信。人讲毋捌解脱。虽然这出国可嘛是谣言讲，哪有可能咱这样强盛的国家，伊的医疗团队当然会比以色列好。连这样强大的国家，拢无法度医治乃万将军的太哥。一个小小的国家，正牌神治，哪有可能有材料通医好伊的病啊？但是这名细汉查某囡仔，伊的信心、伊的态度所讲的话，确实互伊的祖母来相信。然后，伊搁甲伊的先生乃万将军来讲一项代志。咱嘛继续来想讲，伫过去2000多年前，妇女人伫家庭、伫社会，敢有讲话的地位啊？当你在2000多年，有什么身份地位吗？无。咱嘛要讲啊，2000多年前，咱看咱阿公阿嬷，还是甚至讲咱现在，咱的生活、咱的家庭，咱有少对着一寡家庭婚姻问题，敢毋是讲就是咱的先生无听咱太太所讲的话啊？咱有时咱对咱个太太，可能会讲啊，你毋捌啦，这毋捌啦，也是讲啊，你有读册，也是我有读册，你是听我的，也是听谁的？有时啊，咱个做先生的个无愿意太太来干涉咱所做的决定，敢毋是安尼？但是基本上咱看见，乃万将军伊就愿意来听太太所讲的话，这名主母伊嘛愿意来相信这名查某囡仔所讲的话，所以乃万将军伊就听这名细汉查某囡仔的建议。相信伊所讲的话，伊就走去找亚兰王，来邀阮伊去甲以色列找先知来敲找伊的医治。毋知影咱敢有发现，即名细汉查某囡仔伊所讲的话，竟然有法度咱一再咱传播开。咱毋是有即名细汉查某囡仔的信心。主母对有教养的信任，乃万将军对伊的太太，嘛有讲所谓的很亲密的款的人脉，甚至讲连亚兰王嘛相信这名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话，所以个写话互以色列王，要求伊照着这名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话，来请先知来医治乃万将军的太哥。真趣味一个发展。如果咱继续来看后壁人物，咱通知影，伫遮济济人物中间，是最上无信心。这人物是最对上帝上无信心。如果咱继续看经文，咱通知影，反倒是以色列王，一个上帝所拣选民族，一个代表。伊竟然对上帝上无信心，细汉查某囡仔的信心，主要的相信，乃万的请求，甚至甲以色列王，甚至甲亚兰王，甲即名以色列王形成一个真强烈的对比。然而，咱就通过即名小小人物。甚至咱连名都毋知影，对安尼，咱来看教会的发展。伫早期初代教会因建立教会，是对使徒来开始，然后经过一阵，咱毋知影名，这信徒开始对耶路撒冷来将福音来甲传播开来，传往外邦，传往世界逐个角落。
这信徒会当讲无组织、无方向、无金钱，因这不过是真受迫害、四散、逃险，咱所谓的难民。因离开因家己故乡，也着杀戮了后，伊嘛毋知讲因承受机会，搁一摆来转家故乡，也着杀戮。但是伊却无讲，当我有钱了后，我才来传福音。当我将我的父母、亲人安排好势了，我才来传福音。伊嘛无讲，当我退休了后，有时间我才来传福音。无。当伊领受耶稣所讲的大使命了后，伊就随时将伊所看见的、所亲身经历的见证来传播开来。伊是一阵有使命感、有目标的人。伊无袂记主耶稣所托付的，虽然因的外在条件真欠缺，伊嘛受迫害。世界多少，但是因却将这福音亲像五万的种子来压落伫因所行每一个路站，通过伊的言行来见证主耶稣，就好亲像这名细汉查某囡仔共款。虽然毋知伊的名，虽然伊是一个卑微的查某囡仔。虽然伊家园受毁坏，伫这患难中，伊犹原来显露出伊真高贵的信心。伊有坚定的信心，嘛真大疼心。伊嘛看到伊是上帝选民的身份，伊无看伊现在环境，伊就尽心尽力来服侍上帝。伊第三。伊确实一个是伟大一个先知，但是透过这名细汉查某囡仔，伊记起一句话，紧下就互阿兰将军这军队统帅乃曼来迄个伊地，并且来挂靠上帝。不过呢，咱通知影，咱话语的力量是真大的。这名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一句话，来改变了乃曼将军伊的一生。伫箴言15章第1节安尼讲：温和的应答会互生气煞，讲话无实会激起生气。真侪时阵，咱可能想着啥，咱的话就是个讲出来。有时你甲咱无考虑到对方伊的感受、伊的处境、伊的艰难。真诶，即句话嘛提示咱，有时咱所讲话，咱需要有智慧，咱可能需要较婉转一寡，还是亲像耶稣常常用比喻的方式，互对方他明白听落去。最重要就是用温柔的态度来说提应答。咱看过这名细汉查某囡仔，伊嘛无因为伊所经历的伊艰难处境来埋怨上帝。伊虽然受了，诚做一个奴隶，但是伊无埋怨，伊坦然来接受迄无公平的命运。伊用疼心来处待受分，伊嘛毋管别人怎样来对待伊。而且用遮尔大的疼心来回应，伊较有真大信心来相信，只要祈求上帝一定来赏赐，一定来医治，一定来拯救。这名细汉查某囡仔，伊短短一句话，互乃曼将军来得到医治，并且外靠传入的耶和华上帝。此后，乃曼来到以利沙的面前，伊安尼讲：但我知，伫以色列之以外，全地无神。伊谦卑来承认，只有以色列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而且伊要求耶和华上帝
来描写伊过去所犯的罪。这个查某囡仔用天天信心来帮助伊的主人，为伊的身躯，为伊的灵魂，拢通得到医治，互耶和华的名传到外邦，来得到得救。相信伊伫上帝面头前，伊甲以利沙同款，拢是上帝看做重要、美好的一个记句。咱通常拢会认为，当咱真够读册，伫咱社会真有身份、有地位，也是讲咱经济真富裕时，咱可认为这是咱才会当大声学乐称赞咱的上帝。这嘛是咱一般咱基督徒所会做的代志。但是如果你现在处境，是亲像这名查某囡仔，是悲惨的，是失败的，是见笑的，甚至你受到真大的捆绑的时，也是讲你遭有地痛艰难的时，咱是毋是有法度来站出来？由我来见证主上帝讲，咱的上帝是互得胜上帝吗？相信这对真侪人来讲，对牧师来讲，这嘛是真大的挑战。从今的是会当荣耀上帝，咱入境的时，是毋是嘛会互上帝名来得到荣耀？从今的是通过咱手所做的。互上帝得到荣光，得到荣耀。但是伫入境的时，咱是毋是依然他用充满着喜乐、信心、良善，咱相信各项事拢有主美好的安排，拢有法度做名来得到荣耀吗？咱是毋是伫入境中依然相信，咱的一生拢伫主的手中？咱依然用喜乐。用盼望，用信心来接受上帝伊所有的安排吗？咱万将军，伊嘛真心胸宽大。伊虽然是一个大将军，但是较愿意来接纳这名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话。伊嘛消除伊心中的生气，落去洗浴，为得到全愈。咱想看卖影，伫咱被教会服侍，也是伫社会、伫家庭时，咱是毋是愿意亲像咱万将军共款，来放下咱家己，来听探一名细细人物，甚至咱愿意听咱主日学，咱青少年对咱的建议吗？也是讲咱换一个角度来想。咱所讲的话，是不是有人愿意来相信？是不是有人愿意照着咱所讲的话，无论是咱的主日学、咱的信徒，还是咱的教师同工，咱是不是愿意来接纳伊的建议，无因为伊的身份来听探伊所讲的话吗？这个问题嘛，发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是毋是家己有相信咱所讲的话吗？咱确实咱所讲的话，的确是好的，会当诚对别人祝福。咱是毋是因为咱所讲的话，来当改变别人，来互伊生命来得到改变？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间教会伊边仔。开了一间酒吧，这间酒吧有人常常伫这酒吧咧饮酒，饮酒了后，就走去教会围墙遐放尿，也是讲制造真侪纷争。但是造成教会真大的困扰，所以教会拢会伫基督会时，常常为着一间酒吧来拼命来祈祷。就一日的暗暝，这间酒吧忽然互鬼来攻着，所以这间酒吧就在
火烧，但受到真大的损害。这个酒吧的头家伊就真无甘愿，伊事后就走去法院来控告教会，讲都是教会祈祷，造成伊的酒吧的损失。伊要求教会爱来赔偿伊的损失。但是教会嘛聘请律师来控告，讲你酒吧的火，互雷拍着。甲教会哪有啥物关系？啊，毋是讲咱教会去放火啊？为什么教会要来赔偿酒吧的损失？这故事真趣味，嘛值得咱思考。嘛，甲其他经文咱来相连结，就是教会有时反倒无相信上帝的作为，以色列的王嘛无相信上帝。嘛无相信神秘有这能力，通乃曼，通医治乃曼将军。反倒遐无相信上帝遐外邦人，因反倒相信咱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主上帝。耶稣伊无有咧拜堂，但是看伫社会上家才能群众来培养伫上优秀的门徒，咱信仰重点无在伫咱教会建立物，在伫咱内在生命培养，安尼去做。咱的生命是不是当成做别人的陪伴，成做别人的祝福？去年发生了连续发生3件，让人感觉真遗憾的代志。到这个事件，嘛是受到社会评论，讲这就是讲高材生，你伤济啦，伤优秀啊，所以才想袂开。可咱看见，哇，然后还是那个清大，哇，遮煞三件跳楼的事件。但是当咱回头来想这代志的起头的时，这是社会已经产生了侪的变态，咱社会价值观已经受到扭曲。你到遐学生，因接受到讲所谓的明星学校，也是讲顶大的光环，但是因人生的苦楚艰难，佫无互人来听见，来得到理解。有时面对咱生命中的山高时，有时咱需要毋是讲加油，你会当更较好，你敢拍拼一寡，你就当来成功。但是咱有可能咱需要是讲，你已经真好啊，你真牛啊，你真好啊。面对咱生命中侪忧闷、挫败，也是评价正人期待时，是毋是有人通甲因讲，甲咱讲，咱所放下的，毋是咱的性命，是别人眼光，别人对咱的评价，也是别人对咱的期待。咱教会嘛需要搁一摆来思考，咱会当为着咱的厝边，为着咱的邻舍来做啥物代志？我亲像这2年COVID-19，都互咱的提醒，通过这疫情，嘛，用教会重新来做一个定义。咱有一个短短的影片，让大家来先发现。再外力。Church is often called the hospital of the sick. And the Western world is more sick than ever before. Not just with COVID-19, but with a pandemic of fear. Likely end up infecting most people in the Very world. concerning. If you're concerned, there. Coronavirus panic. Yet for the first Sunday in history, many church buildings
look like this. Virus has church after church cancel the Sunday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 If the church is a building, then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losed? If it's an event, then what happens when they're cancelled? And how do we respond in a world that has never looked so shaky? Could this actually be the church's finest hour? To be what the Bible calls us to be? Because the church isn't a building, and it's not an event. You see, even in the midst of this unprecedented global pandemic, this is the church. There's no toilet paper in the entire store. We are handing out toilet paper.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n the midst of the fear, this is the church. In the midst of isolation, this is the church. The church is awakening. The church is resilient. The church is adapting and discovering new expressions for the gospel to reach further than ever before. We've got a total lockdown. Our church, we're going to gather over Zoom. And we're actually going to FaceTim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nd share the gospel. I'm checking to see if my neighbors need supplies or prayer, and I'm also using Facebook to reach out to those that I can't get to. Riding home on the street corner. My fear seems to be crippling. There's a hope in Jesus Christ. Everyone can do this right now. In a troubled world that needs Christ, it's time to be his hands and feet. Christians, it's time to be the church. 拜前，互咱影响着教会。咱教会过去从来毋捌讲停止聚会，但是因为疫情，教会来停止聚会，那开始有线上的礼拜。甚至咱关怀可能无法度去关怀。这疫情来造成咱教会真大使命那个事工的一个改变。但是嘛，通过安尼，互咱来思考，咱教会怎样来继续来向前行。教会是一件当更着本吗？还是讲主日礼拜只是一个活动尔？还是讲咱既然有2、3年兄弟奉主的名组织，也就诚做教会。咱要话礼拜，咱所徛伫个所在，迄个所在就诚做咱的教会。咱是不是依然有迄款，就像迄名细汉查某囡仔，伫各款艰难变化困境中，依然有款好袂得，伊的确会得到医好。为款的信心，迄款的脚步，相信伫咱双脚所徛起的所在。迄个所在，就诚做教会，就诚做上帝同在的所在嘛。通过今仔经文来帮助咱，互咱来知影，上帝使用每一个人，甚至是咱看出异义的人，来甲因同工。伊是啥？通过这个异义的新业，互咱能将阮得到异义。这个新业，我开始伫。这名细汉查某囡仔，伊所讲的一句话，这就是经文所要甲咱讲的。上帝使用人，照着人所判断的，无分人、女、地位、民族，只要人愿意献上，拢会当互主来使用，拢会当甲上帝来同工。伫圣经记载。通常拢是一小小人物，亲像这名细汉查某囡仔共款。这个使徒，因嘛无身份地位，因伫上帝面头前，毋是夸口家己的智慧才能，还是讲地位，是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甲上帝同工，较无服侍来成就上帝国迄款的神迹。
咱可能真侪人嘛知影讲，伫教会中有所谓的2080的法则。2080的法则就是讲，伫咱教会中，只有20%的人会参与教会服侍，迄20%的人承担一教会服侍的事工，有可能事工轮来轮去，拢是迄几定的人。其他80%的信徒，我是讲坐享其成，来诚做一名消费者。为教会比例较悬，为较低一寡。即款无参与服侍，一直是教会一个通病。另外教会嘛是拢安尼。这无说鼓励咱家己之外，咱拢有当来参与教会逐款的服侍。咱通对咱固定自会来做一个开始。咱参加团契，咱参加咱的诗班，咱参加祈祷会、查经班，也是讲咱讲有新眼光读经会，咱再加强对信仰的认识，也是讲对咱的遗体有较深一个关怀。但咱每一个人拢参与逐款服侍，有时咱可能毋是讲关怀所因较去关怀，咱知影对家己怎么有需要，咱就当主动打电话去关怀别人，来关怀新的朋友，咱帮忙招待，帮忙准备一寡事工，也是讲咱会当邀请咱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聚会礼拜。只要看见教会有需要，无论大细项，咱拢通去参与。咱可能认为讲无需要无啦，我无读册，我啥物拢袂晓。但是通过今仔经文，咱敢有比即名细汉查某囡仔甲含妈妈？伊可能只有国小尔尔，但是咱对即名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所看见的，咱知影任何事项拢是重要的。如果咱无去试，咱无去做，咱会知影咱无扭转乾坤之力，也是讲有可能咱所讲的一句话，去改变规个国家的处境。咱一场礼拜聚会一个邀请，就可能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亲像乃縵将军，因为细汉查某囡仔所讲的一句话，伊拍败，伊宣扬主耶和我上帝的面头前。所以咱毋通看轻咱家己，咱只要尽咱的心，尽咱的本分，将咱所有的来甲献上，咱必定来得到上帝所欢喜，得到上帝所使用。来通过咱所做的，来互上帝来得到荣耀。所以话，咱搁一摆来通过即名小查某囡仔，伊安尼讲，咱就欢喜来跟过主的脚业，互主的名来得到宣扬，互咱上帝的名嘛得到荣耀。咱做伙同心，咱来祈祷。正直咧，完感谢你，透过今仔经文，查某囡仔安尼讲，我通明白，我无看轻我家己，嘛较谨慎家己的言行举止。伫生活中，生活上是就讲是，毋是讲毋是，无互虚假甲骗贼出伫阮的心。互这人通过阮的言行来见证，来明白出，阮就是主你的学生，恳求主来改变。搁一摆点着阮火的心志，阮无因为所拄着艰难，阮就来失志。阮相信伫艰难中，阮依然要来夸口，要来学乐荣耀阮的主上帝。主帮助阮，虽然伫阮生命中，依然有侪欠缺软弱，恳求主你的光继续来光照阮，来引导阮，扶持阮，互阮搁大信心来来仰望主。当然是伫茫茫无明遐困境中，
相信主你有缘，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诚替阮的石盘，诚替阮的气力。嘛，搁一摆小事，互阮有迄款考袂得，伊的确会得到伊好心志，互阮通诚替主你荣耀幸福。愿的空中祈祷，拢是奉靠最后都圣名求。阿门。需要提出咱所有愿意献上，互上帝来使用，甲上帝同工，互咱来成做基督的肢体，也就是上帝的教会。咱真感谢罗牧师，即个查某囡仔的即个信仰的见证，来甲咱勉励，互咱来学习。咱即摆来用圣诗，新的圣诗546首来回应上帝互咱的教导。因为我在一心同音，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随有吩咐，我愿照主所爱。阮求上帝平时做我，全部服侍敬拜，咱起立来吟全首。
头祈祷。咱伫天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主的祝福，让咱一切拢会当顺利平安，也感谢主的带领，让咱今仔日过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来学乐。阮感谢你，也为着安尼，咱行上当咱坚持求主的感恩，也求主会当安排咱的所有的事工事项，拢会当跳咱主的旨意来行。我咧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我来报告，咱来看周报内底的报告的事项。今仔日是圣经公会的奉献主日，咱感谢新民教会吴圣德牧师来为咱遮美好的一个分享。咱第二堂呢有欢喜的礼拜，咱的曾牧师第一堂是以受害到和平教会来比赛，咱继续为咱牧师的祝福平安来关心代祷。咱来了后，第四楼咱妇女团体有分享甲练习陶艺，主理是贵亲姐妹，咱来踊跃参加。1点，第3楼有圣诞节的排练，这个排练了后，第2点半有会谈的训练，请受邀请的同工来有心参加。刚节的时间，第6楼儿童小诗班是我们的小军老师来记得，助理2的同学爱来参加。今仔日有2022年的月历甲春联，咱一幅配一份。校长，警校联团体会长是戴敬觉弟兄，咱详亲的会长是众贤之士，咱妇女团契的会长是绿娟会长，抗力团契的会长是瑞祥兄、瑞祥长老跟秀梅姐妹，松联的会长是水雀长老，敬拜团的团长是世勋弟兄。圣歌队队长是伯良弟兄，那我们聘请的圣歌队的指挥是我们敬爱的洪慧老师，晚上得就会以收嘴刚成为美好的馨香之际。咱2022年1月7号的主日举例，邀请咱以这位会长来参加至少一个团体。团体中受造就，来服侍中来成长。要请团契的会长尽快来调回当同工会。咱每年的个主题是宣教从我家开始，寻回失迷主羊，建立家庭祭坛为主轴。咱来筹备每年度的迄个时间的计划预算，那嘛是爱邀请各团契的关怀长老来参加，顺风长老圣歌队松年，众圣长老是社青赞美团，思敏长老是主日学青少年，发长老是抗力团契。志成长老是妇女团契，这是第2点。第3点，12月15拜3的上午10点，你水雀长老家有新眼光查经班，地址没有错，电话写错了，来更正电话是29646299，哪怕1支会拍到阮兜去无啦。电话29646299。第4点，咱圣诞节是这个联合赞美礼拜是12月19号，就是上个礼拜，真紧就到啊嘛要举行今年的第4届的圣餐典礼，有丽英姐妹要受洗，我们很开心而且有心甲耶稣同齐的1两1的。会中我们会赠送服饰的童工小礼物，感
感谢大家这1年来的辛劳，有血填充皮的姐妹弟兄也要缴交。以这个后礼拜这个庆祝圣诞的日子，我们教会要感谢，而且鼓励我们的同工继续来参与。那我们为教会跟团契的施行者，还有所有的服侍者，还有填写圣经、填充、爱读上帝的话语者，这3类，我们都要给他们感谢跟鼓励。当天也有10到12月份的庆生，所以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留步一起来享用。刷来的是咱的暗会，为后礼拜的4点半开始有祈祷会，先祈祷才来比赛，所以4点半祈祷1点钟要参加的一定要用登记的，咱来比吧暗的咱6点半开始暗会，这个暗会是我们要与主相遇，咱有这4个人来做见证，所以欢迎我们思明的主要做部分来教会的，也是咱的新的朋友来邀请因来。即摆就是已经有108名登记要参加暗会这108名呢，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伴手礼。也是讲，咱要继续邀请咱的朋友来，伴手礼无够的时，咱这中午刚刚就当来先给予啦大家呼吁，因为咱的伴手礼是假的物件，爱新鲜，所以咱准备120份，无够惊的时，咱先互咱的会友，甲咱邀请的朋友先配着，咱中午刚刚慢一点，我们再随后补新鲜的，好不好？先甲因讲一声。第6点，咱2002年家庭礼拜安排插花的奉献，还有清洁的奉献，咱用大地后边，咱会当来登记。不忙透过这个生日、结婚纪念日这些感谢的日子，我们就来做这个奉献。圣经填充题撒母耳记下，12月份一起来背彼得前书2章11到17节。咱今仔日先来读经句，好不好？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好，咱做伙来读，预备，来。今年15第1号的怎么会这样改？我的理解，我是说话，我会说，必须你为了自己，工作上班，我来去，我是我。即摆咱请林牧师来带领咱会众来祈祷还有一个生日的寿星明年伫楼顶的迄个国中班用个第2场可以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李宁是我们县委执事的大女儿我们祝福她生日快乐那有妈妈也在楼上这是甲牧师来代表咱教会来感谢高牧师亲临教会咱摕到牧师实在真感谢，咱牧师摕到讲，咱拢爱来服侍，所以伫咧即礼拜中间，牧师嘛有想到，咱将来为了教会需要搁来征召至少2种的服饰。第一个是直播，你会当伫遮合作教会来做直播。第二个是网络小组，咱的教会的网络非常会好，伫咧咱的升达执事的带领非常好，迄个毋过需要继承人，
需要大家来斗相共啊吼。所以咧希望讲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会当起来服侍因为咱知影咱若会当帮助人、服侍人咱的性命是非常有价值。这命价值不在你为家己做啥物，在于你会当影响偌济人，帮助偌济人。上介好的，就是为着上帝所做的。上帝每一项拢咧纪念所以求上帝帮助。以前牧师伫台南咧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公司的董事长，逐礼拜拢透早就来咧创啥，来咧洗厕所。我若要甲伊斗阵洗，伊讲牧师，伊我迄人就做干事，伊讲，迄是我的工课，你毋通甲我抢，这是我要服侍上帝。退休的董事长来洗厕所，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无管你几岁，拢总来服侍。阮牧师基台，咱的教会是全部拢服侍，每一个拢是服侍者，毋好亲像咱头拄仔吴牧师咧讲咱一个教会内底100个人，竟然20个人咧服侍，80个人敢若坐咧做基督徒，安尼咱就毋好所以伫咧开始明开始牧师会邀请咱大家你嘛应主动讲亲像周亚姐迄当阵主动甲牧师讲，牧师我会当分周报，感谢主，这嘛是真重要。好，来，咱即时请咱的起立，咱来为着逐项咱所欠过需要的3个当心，伫咱的主的面前来祈祷。是阮的主，听从阮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的稳定。主啊，当阮来到你主你的面前的时阵，主你知阮所需要的逐项的欠缺。主啊，阮要将这的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心阮宝座前。主啊，阮相信你咧遮来帮助阮，咧遮来成全阮。主啊，你咧互阮的心内有困难，互阮会用伫咧主你的稳定中公共壮大起来。是主啊，满心感谢你。阮今年9月目标就是要来挑选迄个适合的员工，去做即个家庭的计划。主啊，求你的信心伫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内底来同工。主啊，我要兴起济来道者，来道者。主啊，求你遮来帮助，借着阮的祈祷，将阮的心所需要的拢带来到主的面前。主啊，阮的教会现在咧开RPG的辅导，也求主来帮助，阮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参与即个祈祷的小组中，来常常为着阮的家庭来祈祷，为着阮的教会，为着阮的社会，为着即个世界所需要的。主啊，求你遮来帮助，互阮的这永久人家。主啊，求你看顾大领，每一个乡一个同工的家庭，主你拢始终稳定伊的亲像，互伊分上加分，应上加力，互伊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做美好的服侍。因为主的人，主你就会听伊。主啊，满心感谢你的稳定。主啊，阮也为着圣诞节来教会欢乐的时间，求主遮来帮助来开拓。阮也为着教会10分义的遮的青年，求主来帮助，互因伫遮来准备家己诚做适当的人，也会当吸引着学习的人来甲因相对。主啊，阮也为着阮的台湾社会团体来祈祷。伫咧后礼拜，阮的即个台湾有重要的公投的事项，求主伫遮来帮助阮。伫咧关键的时刻，阮要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主啊，为着阮的台湾世代会当伫遮来经营落去。主啊，求你手术互阮有即个心。主啊，满心感谢你的稳定。主啊，阮也求你遮来帮助台湾的即个防疫的即个过程，实在是真感恩。主啊，求你帮助，互阮大家拢会当伫遮来服从顺服爱阮所行做的，互阮拢会当专心合意伫遮来防疫即个病毒，互即个病毒离开阮台湾。
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每一个人拢有健康勇健的身躯，通啊来服侍主。主啊，求你看顾带领。主，阮也咧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伫外国伫遐生活的求主来施恩赐福。伫咧英国有风仪，伫咧澳洲有即个诺文、译文、子婷甲医生，抑搁伫咧即个美国有蔡云、国强甲桂丽，伫咧中国的所在有至于重疾专家滚腾义军，法国有即个孟如，伫咧南非有林世玲兄是初期者的第二囝，主啊，愿将因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帮助，互因拢会当出入拢总平安，互伊伫迄个所在会当找到一间的教会，迄个教会诚侪因的野谈，主你伫迄个所在大大伫遮来祝福伫因。主啊，阮也咧为着兄弟姊妹身躯软正病痛来祈祷。主啊，阮要特别为着子月兄伫遮三客来祈祷。目前子月伊也搁住伫咧即个家户病房，伊的状况嘛是非常的危险。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帮助，互即个伊的子月的太太子晴会当有智慧伫遮来处理各项的代志。主啊，求你遮来看顾，阮也咧甲即个小强校长伊的后生，就是译文伊有轻微的即个中风，总是目前一支骹一支手也都无方便。主啊，阮有关心打电话感谢主，伊的即个就是即个讲话各方面也都真清楚，只是伊的骹甲手需要复健。主啊，求你提起信心伊的译文，互伊会当伫遮会当紧紧来恢复伊的健康。主啊，也为着过春节伊的小弟春亮伫遮三客来祈祷。伊目前是已经初治，醒起来总是伊抑阁需要真大的即个需要来复健。主啊，求你加添信心甲伊的成就。主啊，阮也为着新春兄，就是秀婷的大哥三客来祈祷，为着阮的化风者伊的即个即个头壳小可有自师，嘛拢求主来怜悯。生命中的即个见证，伫遮来分享出来，引带人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祝福伫阮所有平凡的同工的心中，互因所做的成功，伫主的面前得到纪念。愿满心感谢，求主施恩祝福伫阮众人满满的稳定。福气拢无离开，祈祷感恩是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完听着用圣诗，新的圣396首来
祝福。今嘛小数万行稳定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内呼召恁，互恁伫暂时受苦了后，家己要亲自来矫正、坚固、永驻，互恁对伊来得着永远恩光。愿小数五万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大发的欢喜、平安、喜乐，互恁伫正人伫圣善光灵来得着满满的愿望。阿免。